环视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，大家来学客家话。今天要教的是去看医生用到的客家话哦。不过在这里先祝大家身体永远健康，最好用不到哦。第一句话，我的喉咙有痰呢，一直咳嗽，一直流鼻水呢。我的喉咙头有痰，紧促紧流鼻水。我的就是我的，喉咙头就是喉咙头这个地方，喉咙头有跟着念吗？喉咙头有就是有，痰就是我们说的痰，有痰有痰，紧促紧流鼻水，就是一直怎么样，一直怎么样，就是紧促就是咳嗽，紧一直的流鼻水就是流鼻水，跟着念一次。我的喉咙头有痰，紧促紧流鼻水。哎呀，讲得很好哦。哦，你食药嘅就好，药嘅就是药，你吃药就好咯。是注射，是就是不需要，注射，其实就是注射这两个字，就是打针了。你食药嘅就好，是注射，会了吗？好，我们今天请特别来宾讲客家话给你听哦。医生，我嘅枕头喺喉咙头有痰，紧促紧流鼻水。哦，吃的药嘅都好，唔是注射。阿基亚药嘅一年要食几多刀呢？哦，1、2、3刀啊，是包饭张式。好，按字声，我啲嘞。好，老师要来课后抽考，一直咳，一直流鼻水，怎么说呢？紧促紧流鼻水，安 boy， 今天学到这喽，拜拜。